各位兄弟平安，这是咱来吟诗学乐。今日咱的头一首圣诗是179首，因根归伫圣父上帝。那咱会当看咱座位头前的圣诗，咱会当掀开圣诗来看吼，179首。因为要甲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咱较早的圣诗顶头拢会讲因根归三位一体。吼，咱会当看咱的歌词，头一节的歌词吼，较早咱拢讲三位一体，但是咱即马已经拢改做因根归三一上帝。所以咱若要看圣诗的时，若看到三位一体，咱就爱知影讲咱已经改做三一上帝。吼，所以伫迄遮可能爱请大家小注意一下，这已经改啊，吼，已经改三一上帝。好，这是咱来唱圣诗179首，第一节、第二节、甲第三节，咱拢总来唱。尾啊，咱来唱阿免哦。好，煞只咱来看152首。求主听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予我泪牺牲流血，救我做人性命。主，我来求你，我当就近你，用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求主叫我来进前，咱着听从命令。咱知，咱每一个人拢有软弱，咱嘛有需要，但是咱着爱我靠求主，互咱会当诚实。要安怎会当诚实？就是主，我来求你，我听从伊的命令。主，我来求你。求主听痛的声，这首诗歌咱唱第一节甲第二节。
会当来看信息，伊遮有一个碑吼，咱的手头有信息，咱会当掀开152首，152首后壁有一个祈祷文，咱嘛用眼来做阵来看伊即个祈祷文，咱会当来，我伫咧遮来读吼。伊遮写主啊，开我的耳孔，主啊，开我的耳孔，互我听见你疼痛的声音。伫罪恶中，指示我活命的真理；伫无助的中间，显出你全能的恩典；伫绝望中，赏赐我盼望的快乐；伫黑暗中，为我开光明的道路。主啊，我来就近你，求你加添我智慧的心，求你加添我敬信的心，求你加添我祈祷的心。互我知家己的软弱，对你疼痛的声音，搁到我起头的疼。真水的一首诗歌，也真好的祈祷文，咱会当做阵来分享。煞遮咱来看圣诗476首。476首全能至尊的神，这首诗歌咱唱第1节、第2节。因此，我到遮，请大家安静心来敬拜上帝。
请咱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快乐。上主的命令可靠，互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愿你的阳光遍照全地。做伙来吟圣诗第179首，阳光归于圣父上帝，请徛开吟。请咱犹原徛地，作为额头来祈祷。创造天地的上帝，自对亚当夏娃因食到你吩咐唔通食的果子，
阮就互这个罪掠条条，这个罪用伊的本性，互阮的软正，掠阮的心魔变做贪心有望，引诱阮去追求遐个超过阮堪得到的遐个金钱、物质、权利、名声甲地位，引诱阮利用健康、环保、自善、爱国民主、自由、人权种种的名义，但是暗藏伫迄个内面的，是人家己毋敢坦白面对的欠点，无完全。讲伊的上帝，阮的罪真重，甚至滥觞用你的名来引起这个宗教的迫害。伫迄个中世纪，欧洲对无信者甲犹太人的迫害，英国、爱尔兰对爱尔兰的统治，伊斯兰对基督徒的迫害，中国的领导者习近平伊来拆教会，将耶稣甲十字架拢改做家己。阮阁用这个罪来引起战争，用这个十字军的东征。讲做是为着要拯救圣地，德国希特勒对欧洲的侵略，讲雅利安人因是上帝的选民。俄罗斯普迪迄个掠东正教做上帝的名义去攻打乌克兰，讲是正当的。西班牙殖民美洲的时，讲是为着宣教。哈马斯的领导者哈尼亚讲因哈马斯是上帝的军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这个罪恶比阮的头毛搁较侪，好侪人来无辜来惨死，为着安尼，人的和这个整个的受造界拢无平安。求赎阮的天父，你知影这个罪藏伫阮的心内，阮的罪恶掠条阮，远远超过阮家己会通来逃脱的。因为你是信实有丰盛的，阁有慈爱甲怜悯，你亲自互阮一个记号，互一个婴仔为阮来出世，叫做以马内利。你垂肯家己的囝耶稣来担当阮的罪，替阮罪人来开一条活路。总是行伫这条活路，就用基督的心做心，毋是要利用耶稣来得到普仔声，毋是要来成功这个野种的，也是压水的较重要。是好大藏的上帝较重要。只有实行天父旨意的人，才会入伊的国。听阮的天父，你的疼痛袂改变，你有丰盛的慈爱。当这个世界利用阮有罪，引诱阮去追求遐个被较得到的，你要互阮来遮派耶稣的胆，对耶稣来学，因为耶稣的心温柔谦顺，安尼阮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这时，阮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后赦免过阮的人，无得使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以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献开圣诗后面启永文第62篇。这篇启永文是出自《腓立比书》第2章。咱做伙来启用。
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蔼感情。唔通自私自利，嘛唔通追求虚荣。恁大家唔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以反倒拼抗家己主罗卜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甲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地下一切骹头拢会跪拜，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被上帝。做回来吟圣诗第152首，救主疼痛的声，请徛开吟。请坐。
做伙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你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快乐；你的命令可靠，互人得到智慧。愿感谢你赐白白的恩典，找恳主耶稣基督来救赎阮。求你继续引带阮，互阮通过你的话，伫时代的环境黑暗中，伫阮受罪颠沛忧闷的时，拢我靠你的光来行过黑暗。听阮的阿爸爸，你是拯救阮的上帝，你的律例公正，互人的心欢喜；你的命令纯洁，互人的目睭光明。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带阮、教示阮，通过黄牧师的讲道，帮助阮明白你的话。着趁还有今日的时，通过基督享受这个恩典，做伙欢欢喜喜分享上帝的荣光，互阮免受到罪恶的威胁，着互阮三接纳。亲像耶稣基督有接纳阮同款，搁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看服侍上帝最荣光。通过基督耶稣伫阮的中间，成就上帝所欢喜的事。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罗马书第7章第7节到第13节。罗马书第7章第7节到第13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安尼，咱要讲什么？律法是罪是无？绝对毋是。不过，若无律法，我就毋知啥物是罪。律法若无讲毋贪心，我就毋知啥物是贪心。罪利用改命，找机会，伫我的心内引起达款的贪心。无律法，罪就无作用。以前无律法。我嘛伫活，改名一来，罪活起来，我就死去。对我来讲，我本来要互人活的改名，颠倒互人死，因为罪利用改名找机会欺骗我，嘛利用改名害死我。所以律法是神圣。改名嘛是神圣、公正、佮良善。那安尼讲，迄个良善的伫害死我是无？绝对毋是，是罪利用迄个良善的害死我，互罪恶的本质显露。安尼，罪利用改名，互伊激起恶毒的本质。搁较显露出来，愿耶稣因带咱较赢过罪的欺骗，互咱得到活命。这时，咱要请阿萨诗班来献诗，因要唱的诗歌是《我一生得救主因带》。
这时，请黄春生牧师讲道，题目是法律甲罪的关系。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早起24班通过我一生的救主引带咱来敬拜主。咱的一生，咱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伫伊的引带下底，无论咱拄着顺境也是逆境，咱拢会通倚靠伊的帮赞。伫初代教会拄啊形成的时阵，对伫耶稣基督的认捌，要安怎来军队？这是一个信仰拄啊起造的一个过程。对于耶稣基督的拯救，伊的认捌，迄也是渐渐伫遐来发展出来。所以咱咧讲着基督论也是救恩等等，这拢是伫时代中间渐渐的发展。保罗伊咧写罗马书的时阵，伊其实已经将近20年信主，然后伊做这个宣教书世界宣扬福音。
所以20年后，伊咧写这个罗马书的时阵，其实这嘛是伊伫信仰上对上帝认捌对基督的救恩上咱讲成熟的时期。伊写罗马书，咱安尼对第一章读到现在，咱甲回顾一下，伫这个罗马书的中间，其实伊要处理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就是有犹太的基督徒甲外邦的基督徒，两边拢信主了后，这两边拢有各自伊家己原来的这个文化，因的成见。这个成见特别是真做一种偏见。若是安尼偏见，基督的教会敢是分裂的？所以伊伫罗马书的中间，咱看到伊一开始会讲起，伊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咱有讲奴仆这个字就是奴隶。对罗马人来讲，奴隶是上无地位。反倒当罗马的社会中间，因正看重因的阶级、因的地位，什么是对因来讲是一个应要的代志。保罗安尼讲，其实主要是要挑战迄当时罗马基督徒因原本伫社会上一寡文化带来的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甲上帝国的理想是无共的。当然，伊嘛爱去处理犹太基督徒，因是掠律法最要紧的。律法要安怎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到底所带来的意义是啥物？迄当时伫罗马，犹太基督徒因伫主要游玩伫犹太会堂的聚会。外邦的基督徒因通常伫家庭的教会伫遐聚会，这两边要安怎扣做阵？这是一个伫神学实践顶头爱去处理的问题。其实保罗喺写以弗所书第2章14节的时阵讲，耶稣基督用家己的身躯摔倒两边三家的墙。要互外邦人甲犹太人会通合做一个。伫罗马书的中间，伊就是咧通过伊的教导，要来互两边，恁拢放弃恁原本的这个偏见，会通合做一个。咱已经伫基督内面成做一个新的群体，新的群体无应该阁将恁过去的偏见。互相来看袂爽对方。伫顶一段要讨论的时阵，是讨论到律法甲信徒的关系。伫这段的中间是咧探讨律法甲罪的关系。律法的功用是啥物？是为着要来显明罪。所以伫罗马书3章20节遐都有讲到啊。伫第3章有讲起律法，互人知影罪。主要是要来辨明，咱会通因信来称义这个真理。伫咱今仔日所读到这章，是要来阐明信徒对罪甲律法的关系。其实咱无能力，咱既然对罪、对律法拢的关系无能力，咱会通倚靠啥物？伫正顶一讲第7章第1节甲第6节。保罗论到律法所带来的罪甲死，但是保罗伊毋是反对律法主义的人。律法主义的人会将所有问题讲这拢是律法所引起的。保罗毋是这款的观点。保罗伫遮搁较全面的解说律法所带来的价值是啥物？保罗认为，互咱犯罪行往死亡是律法。但是真正的问题，毋是律法，是罪。罪需要负完全的责任。咱来知影讲，保罗是法利赛派出身的学者，伊对伫犹太的律法
比一般人的人物搁较深入。伫第7章第1节到第4节内面，保罗喺写的时阵用第二人称复数，就是讲恁，伊喺指恁安怎会行这个律法，但是到伫第5节、第6节的时阵，换做第一人称的复数，咱，伊认同所有的伊的读者，这是咱共同的经验。因为伫咱共同的经验内面，咱拢去拄着律法的问题。但是今仔日咱所读到的，对第7章第7节开始，到伫最后的结尾，保罗拢用我第一人称的这个单数我，所以这显示出来，保罗对这个问题是真强烈、迫切。甚至伊对家己的生命中间伊的经验看到，我今仔日用我家己的经验，我家己的人物，我来分享律法甲罪的关联到底是啥物？保罗伊正迫切想要来说明这一切。所以首先，咱就来看第7节。第7节一讲起律法是显明罪。根据保罗所讲的，罪甲律法中间，迄个关系是真密切。但是这个密切甲，咱敢会当做一个结论讲，律法就是罪吗？保罗伫第7节安怎讲？伊的答案真清楚，绝对毋是。保罗伊的解说的中间。虽讲罪甲律法彼此关系真密切，但是邪恶由原是罪，毋是律法。律法的过失在伫伊安怎？伊软弱无力来改变咱，嘛无法度互咱去对抗引诱，嘛无法度互咱对抗罪的关系。因为咱人亲像互罪束缚掉的，这要安怎譬如呢？那亲像布袋戏，也是迄个傀儡戏。欧洲有人做迄个傀儡，用锁啊伫遐吊的，互伊会当动。律法就那亲像布袋戏，迄个翁啊，也是迄个傀儡，是伊家己会当吗？是伊家己的犯罪，敢是？毋是，乃是伫迄个背后有人伫遐来操作，这个操作就是罪啦。检查这个布袋戏翁啊，也是这个傀儡，伊做一寡真互人怨恶的动作，但是你骂迄个咖喱翁啊，敢有意思？无效，毋是骂咖喱翁啊，爱骂是迄个背后迄个罪迄支手。同款的，保罗认为律法伊所做出来邪恶的行为，但是你去批判这个律法，毋是要紧的。要紧的是迄个罪在操控这个律法，直到迄个后面有迄个罪的关系，迄才是要紧。安尼律法带什么款的意义出来？伫第3章20节，保罗就讲，律法的功效不过是互人知影家己的罪利益。如果律法是一个布袋戏翁啊，是一个咖喱翁啊，安尼什么人会操纵这个物件？是罪，其实都是咱每一个人。咱袂当因为咖喱翁啊，伊展现出来的行为真歹，就讲这个咖喱翁啊有罪。同款的，咱嘛袂当因为邪恶的行为讲。
律法有罪，因为有可能，这个咖喱翁仔换一个人伫遐来人的时阵，迄个咖喱翁仔有可能跳出真水的舞蹈，这个咖喱翁仔有可能展现出真水的动作。所以，互咖喱翁仔有动作，毋是咖喱翁仔本身，是迄个背后迄只手。互律法有行动，毋是律法的本身，乃是迄个背后的罪恶。敢讲律法本身是邪恶的吗？保罗伫遐讲，毋是。同款的，敢讲迄个咖喱翁仔本身是邪恶的吗？毋是，是迄个背后的迄个罪。保罗强调律法互罪控制，甚至也致到咱本身无法度分别罪甲律法要安怎分开。律法吼常常互人的罪伫遐操弄，致到讲律法摕来去压制别人，亲像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就是摕律法来压制别人、控制别人，这叫啥？知法犯法。知影这个法要安怎算在伫伊算。伫咱现实的社会中间，敢有即款的代志？其实有啊。知影法律安怎旁，安怎闪迄个法律旁，安怎来算法律？有的法官就是安尼。我以前捌看到一个新闻，讲一个桃园一个核心法官知法犯法，伊为着40万私人的这个利益，去压人来压人取供，甚至对迄个民众安怎告好告满，搁伫遐甲用刑来甲逼，甚至伊这个法官的某伊搁做伊法官的某的这个诉讼的代理人，干那迄个简易庭开10几摆，法院因的同事伫遐怎，甚至配合伊的提告，所以法院利用专业来让这个百姓，无论是刑法等等遮的这个法官，因咧面对监察院的调查的时阵，因敢若讲我们依法办事。你来看，司法的内面，官僚互相的安抚，咱讲官官相护。这个案件，迄当时新闻报甲侵害人权是非常严重，但是最后咧，敢有移送监察院弹劾遣惩戒？我印象中是无。知影法律安怎用，安怎算，这就哪亲像法利赛人同款，因知影安怎来算，因家己免遵守，反倒转去要求一般人去守遮的。所以第7节咧讲起，律法本身敢有罪？保罗伫遐来讲，绝对毋是。有罪毋是律法，有罪是人的内心，人的罪。甚至伫12节，咱来看12节遮安尼讲，律法是诚信的，诫命也是诚信、公正、搁良善。所以你甲看，保罗真肯定律法，也是讲法律，伊迄款的神圣性。问题是出现伫哪？问题是出伫罪恶。安尼咱会通明白，搁较多、搁较好的法律，若是人的内心无有良善、无有疼，即款的法律也无法度改变这个世界。我有一回听一个法律宪法的专家的演讲，伊咧讲起全世界上好的宪法，中国算排头前的。但是有好的宪法，若是无好的人的心，其实是无法度改变迄个社会。法律平常时就倒伫遐，
一当人会歹去甲做出来的时阵，法律也是讲律法，就显出讲啊，你这个人的心是歹，你所做的是歹，因为有一个对照，就是法律。法律平常时倒伫遐无代志，但是当你做歹的时阵，就当对法律的中间刻出你犯了啥物。但是有权有势的人，有可能伊就是安怎？咱讲知法犯法。保罗伫遮举一个例，伊讲10条戒中间唔通贪心。如果唔是这个诫命安尼讲，人就唔知影贪心是违背上帝旨意。贪心是人内在的欲望，也是讲人的自我中心所想的。保罗认为唔通贪心的诫命，对伫叫咱唔通贪心，不但无有作用，反倒当是一种试探。这条戒也是10条戒中间唯一，咱咧讲触及咱内心的欲望的诫命，也会指明咱心内的罪恶真正的存在。对伫这个角度来看，保罗伫第7节以后，拢用我，因那亲像迄信任，也是讲个别，我嘛过去互罪恶引诱，伊伫遐承认我知罪，我知影我的罪。问题什么是知罪？约翰加里文伊捌讲一句话：人的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人的这种罪的冲动，甚至伫教会一体中间也显现出来。所以教会需要不断改革，伊爱去照上帝的旨意、上帝的道来更新家己。伫这个罪恶的世界的人的中间，人的心就那亲像制造偶像的工厂。迄个咖喱红啊，有可能是咱家己创造出来。人的心亲像一个偶像的工厂，咱会可能互财富、名声，甚至感官享受等等，才会取代上帝的位置，将上帝教导恩典听，迄到伫脚趾偏后。人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宝血会洗清咱的罪，嘛是安怎真可能，互上帝话来填满咱的心灵，咱才有迄个气力来对抗，也是讲赢过迄个罪。所以真正的知罪，知影这个罪是会通安怎带来悔改、归主的一个行动。这是保罗伊个人一个真深的体会。煞者咱来看第8节到11节，特别第8节，咱来看，伫遮安尼讲，做利用诫命找机会。机会这个字，伊原本是一个军事用语，就是要发起攻击的起点，还是讲要来进行一个任务的一个基地。后来这个字渐渐就成做指这个机会，还是时机。律法伊无指出，但是咱有可能咱就无注意。你若无甲指出，伊可能唔知影。那亲像伫公共厕所内面，你甲写讲请勿带走公用卫生纸，结果有人看到讲，哦，原来会当查走。因为你无甲写，无人知影，会去刻就心内就去刻啊。但是伫遐写了后，就是咧甲讲，此地无银300两，贪心的人就安怎有样学样啦。规定律法甲写出来了后，敢有解决迄个卫生纸互人偷走的问题？无啊。
写出来规定，反倒转成做一种咱讲犯罪的基地，还是讲机会。原来我嘛会当安尼做。律法原本是要来约束咱的罪，结果迄一条一条的规例诫命，吩咐咱毋通安尼做，毋通安尼做，却安怎激起咱内心的贪婪、贪心，那亲像会引诱咱犯罪。如果无这个诫命，检查罪就袂安怎去唤起起来。塑造搁较严格的律法，敢会通安怎，互人的心得到惊吓？其实是真困难的。搁较严厉的律法，嘛无法度促进咱的良心。安尼律法就无伊的路用吗？耶稣捌安尼讲起，讲我来的目的，毋是要来废除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教示。我来毋是要来废除，乃是要来成全，要来成全律法。耶稣用新的诫命、听的诫命来成全律法，主要是要来唤醒咱的良心，互咱知真正什么是知罪，知影罪。知罪了后，唤醒咱内在的良心。那像有摊多爱来讲啊。毋通将公用卫生纸炸走。即句话，若是你要写，你会当甲改做啥物？会通改写，互伊感受到是出自听、出自良善的提醒。安尼检查即款的规定，都有人会安怎？真正伊的良心会较看重淡薄啊。我就这个代志，甲几个同工的讨论。有人甲我一个建议，安尼讲，珍惜资源，斟酌使用，斟酌使用，安尼敢有较好？检查有较好啦，我个人认为啦。你叫伊莫客，伊就莫客，敢会安尼？有可能伊就知影讲，既然会当客，我就客。这个社会文化的中间，大家贪心嘛是愈来愈贪的时阵，你搁较定。搁较济法嘛是无较绝，你需要对伫听，引发人内在良心的提醒。第9节甲第10节，保罗伫遮共款用我这个用词我，但是这是用过去式，意思哪像讲我过去的情形是安尼，即款我过去。这带有人对罪深深的反省。我过去是安尼，但是我现在我愿意我改变。近代学者会提醒咱若将这段甲创世纪第2章、第3章亚当犯罪来做一个对照来读的时阵，咱就会通搁较深的理解。我前无律法，我活好好。我无感受到律法来定罪，罪就哪亲像在困共款，哪亲像死。但是有律法了后咧，每一条律法诫命，拢指出我的罪，罪哪亲像互人点醒，还是讲提醒。然后咧，有罪去犯罪，最后反倒转带来死亡。所以伫这第10节的这个中间，保罗安尼讲，我就死去。对我来讲，本来要互人活的诫命，反倒转互人死。这是保罗伊深深的感受。违背上帝的诫命，的过去的保罗，就哪亲像亚当同款，死啊，甲上帝隔绝啊。但是11节安尼讲。因为做利用诫命找到机会欺骗我，嘛利用诫命害死我。互人死的毋是诫命，是罪。人犯罪袂当讲律法来判我有罪，乃是
罪互我受到审判。上帝的诫命，上帝讲唔通食迄个分别好歹的果子，即句话本身其实唔是罪，有可能是一个良心的提醒，但是人的欲望反倒转，直到伊去犯罪，最后受审判，甲上帝隔绝。所以律法、法律，伊无罪。伊是诚信，有罪是人迄个内心会贪迄个罪。煞者咱来看12节到13节，才会讲到律法带来对罪的谴责、定罪。摩西的律法原本是诚信、公正、良善的，是为着要互人得到利益的。律法的诫命。既然是较尔好，伊是出自良善，安尼伊的目的敢是为着要互人死？毋是，会致到人伫罪内面来死，毋是律法，乃是罪。罪借着律法，伫引诱人犯罪，成做一种罪的循环。律法互罪利用，致到失去伊诚信良善的结果，互人误用，凭着家己的能力、道德的成就，掠准家己会当赢过罪恶甲死亡。检查安尼，律法有缘会通甲咱讲，上帝对伫无共款的时代、无共款处境下底的旨意。因为律法的目的是爱出自良善的，既然是出自良善，对照人的邪恶，就会当显出人的邪恶的本质。律法是诚信、公平、良善，是属灵的，但是律法无法度拯救人，无法度拯救罪人，反倒转。律法是为着定罪、谴责人，那亲像咱今仔日的法律，法律敢会当拯救人？无法度，伊敢若指出人做啥物毋对，你应该爱安怎做。所以律法带互人是无尽心内的交战。保罗说明这个律法甲罪的关系。迄个关系，互人知影罪，互人致到人犯罪，甚至最后定罪。这三种的关系，到底带予咱什么款要紧的信息？我想整理2点，甲咱做阵来学习。第一点，律法也是讲上帝的话，伊的目的是要互人得到活命，也是带来死亡。这个问题是咱拢爱去回答的。到底上帝话是要互人得到活命啊，互人得到死？保罗对律法、对上帝话深深体会，所以伫谈到第10节，咱就讲啊，讲我就死去，因为对我来讲，本来要互人活的诫命，颠倒互人死。所以对伊来讲，律法是好的，是要互人活。但是上帝的律法伫法利赛人、经学教师的手头，毋是要互人带来活命，乃是带来压迫、死实。律法若是伫耶稣的手头，佫会通带来啥物？耶稣的教导无亲像人的教导，这是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阵，圣经内面描写。正人听到耶稣的讲道的时阵，毋是讲啊，对心肝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安尼，伊是福音会通明白上帝国的教导。到底圣经要安怎解说？这一直以来，对伫牧师、对伫信徒来讲，拢是一个真严肃的问题。我以前捌听一个
牧师伊的讲道，干那这个主导文，伊就安怎讲36讲过。我嘛听到一个牧师，伊创世纪头前1章3节，就讲过6礼拜去。咱的圣经到底要安怎来理解？圣经的解说是真多元。耶稣的时代，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人，因两边对圣经的解说就真无共款啦。咱回顾一下，法利赛派的人相信有天使、有鬼魂、有国话、有永远的活命，但是撒都该派的，这个拢无相信。所以毋知有真出名的故事，撒都该派的人去试探耶稣，讲某一个人7个兄弟啊，带共一位一个某，兄死了后，小弟来继承，后来7个拢死啊！到底因伫天堂，这个某是啥物人的？这是路加福音内面的一个真有趣味的一个故事。到底圣经要安怎解说？伫迄个解说圣经、理解圣经的中间，咱嘛会拄着多元的见解，无共款的领受。但是爱会记的，保罗今仔日所讲的，咱做阵来看12节，讲所以律法是诚信，诫命嘛是诚信、公正、佮良善。咱今仔日咧解说圣经，迄个圣经若是来合理化咱的邪恶，若是合理化迫害别人，互人无法度喘气，这敢是圣经要带互人的？毋是。有的人咧解说圣经的时阵，是摕这来做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有的人是摕圣经来定人的罪。保罗伫遮真清楚，其实伊嘛是要甲迄当时遮的犹太的基督徒，互因知影，咱对伫律法、上帝话语的理解，毋是要甲外邦人相隔离啦。要紧的，咱是爱转来到伫耶稣新的诫命的原则、听的原则。南非一个神学家，我以前捌介绍过 ，Great West。伊讲伫南非，原发觉圣经曾经带来死亡，因为同一本圣经，白人读的甲黑人读的都无共款啊。黑人读到上帝福音，会通得到头棒；白人伫遐读讲。恁今仔日做奴隶，是因为恁祖先犯罪。你兄弟，同一本圣经，有人主张蓄奴，有人主张迄个种族隔离，但是有人去看到基督的疼。同一本圣经，有人看到女性较地位较低，禁止讲道，禁止按摩。但是嘛有人看到基督的疼，律法这个问题，伊敢是有问题？有问题是人的罪啦。倘若讲起，加利文讲，人的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律法伫迄个所在，伊照着时代有无共款的约束，但是这个律法。操控，真做隔离人甲人中间的围墙，隔绝犹太人甲外邦人，甚至互撒都该人来隔绝因甲耶稣基督的关系。律法摕来隔绝人甲人的关系，甚至隔绝人甲上帝的关系。因会讲，阮是选民，恁无资格。这今仔日。伫以色列、巴勒斯坦，嘛是这个问题。若失去听的价值，拢会真做安怎？这本圣经拢真做去
排挤他人的工具，去攻击别人。若是摕圣经去支持战争、支持压迫、支持侵略，也是讲摕圣经来支持讲上帝也支持战争，要将无信的人杀了了。这毋是耶稣基督要带来，莫袂记的。耶稣基督伊本身是犹太人，伊嘛互这恶意解说圣经的人塞伫咧十字架顶，做一个律法的先生保罗，伊深深体会到，律法原本的目的是要互人得到活命，但是人的罪却互这个良善的律法成做战争压迫的工具。求上帝赦免咱。第二项要紧的假事是要做阵来想看卖，咱爱去检视过去的自我，看有新的观察甲认捌无。伫这段经文，保罗用我，坦白讲，这是过去式。过去那亲像伊对伫耶稣基督还未认捌，也是讲大马色，还未去拄着国外耶稣基督迄个时阵，这个我会当理解过去的扫罗。过去的扫罗，伊热心伫律法，伊认为家己对律法的认捌是安怎无通指责的，所以伊迄当时掠家己是为着律法，为着犹太教大发热心，四界掠基督徒关监。但是扫罗伊到伫大马色拄着国外的耶稣基督了后，伊有新的体会、新的观察、新的认捌，伊嘛改名做保罗。线接咱后一回，伫14节的时阵，保罗伊就开始，毋是用过去式的文法，是用现代式的文法。那像讲，我现在是安尼，这嘛会通讲保罗伊家己自我，伊检视过去是安怎，我现在是安怎。过去的保罗伊有偏见，伊四界去掠基督徒。弟兄兄弟，咱敢有咱的过去？咱的过去对圣经的认捌，检查咱正义面的认捌，检查咱摕圣经去甲人定罪、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拢有可能。但是过去是安尼，咱现在咧，咱现在敢有法度有新的发现、新的观察、新的认捌，检讨家己的过去。我过去对中东的世界、中东的问题，我嘛是甲一般人同款，哇，拢徛伫以色列迄一边。直到我去读神学院了后，接触济、看了济的时阵，我才发觉，原来现代以色列是甲古早以色列是无共的，迄是一个世俗的国家，你甲当做一个国家，安尼就好。伫中东的世界，阿拉伯人中间，敢讲拢是伊斯兰的信徒，无呢？你也去了解的时阵，叙利亚的基督徒偌济，黎巴嫩的基督徒偌济，哇，迄个讲起来差真济呢。伫叙利亚的基督徒竟然有11%，黎巴嫩竟然有41%，迄个比例非常悬。咱台湾基督徒几%？上山教会长老、台社会系的教授苏国贤长老，伊捌做台湾教会的普查调查，伊会讲台湾的教会伫因的调查的中间4.5%，无甲5%。咱以前嘛有
埃及科普特的神父来到咱遮来参加祈祷会。含伊开讲的时阵，问伊讲啊，埃及的基督徒几趴？伊讲，敢若因科普特正教会都有11%。埃及的基督徒的人数，阁比咱台湾阁较悬。咱过去有真侪对伫中东世界的教会，其实是无理解。咱要安怎去理解？检查有机会，咱会当请郑老师甲咱来分享。因为伫后礼拜，本来WCRC 就是普世改革宗教会联盟的主席，这个卡萨布牧师伊要来台湾访问，伊来亚洲啦。但是咱知影讲，即马中东地区的战争，这个卡萨布牧师伊伫美国 Princeton 咧读神学的时阵，伊是算郑老师的学妹，因为伊是硕士班，郑老师是博士班。这个牧师，这个女性的牧师，伊是当地黎巴嫩第2位女性的牧师，嘛是世界改革宗联盟的第1位的女性的主席。本来伊要来台湾，但是即马战争，即几天的联络的中间，伊甲总会普世的干事讲战争伊可能要取消啊。本来是讲可能，但是昨确定讲，我确定无法度来，因为我甲我的教会的兄弟徛做阵。因为黎巴嫩迄个真主党嘛拍以色列2边的战，这个牧师伊是黎巴嫩教会的人，所以伫迄个所在，伊讲伊爱和教会做阵徛起。因为以色列甲迄个哈马斯中间的这个战争，所以伊也确定即回无法度到入亚洲来。咱若检视咱过去自我的人物，咱对过去对以色列人物、对近代人物，我想这拢值得咱去检视。咱毋敢有可能带有某一种的意识形态，还是偏见？愿上帝帮助咱，拢爱为着2边巴勒斯坦甲以色列这个战争中间，什么人是上大的受害者？毋是只会摕着权的人，上大的受害者是双边的人民，因拢真做有野心的人的牺牲品。那亲像耶稣真做彼拉多有野心的牺牲品，真做大祭司有野心的牺牲品。无辜的人流无辜的人的血，上帝心会艰苦。上帝心艰苦，咱心敢会艰苦。愿主真做咱的帮助，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愿你的神真做阮的帮助，互阮会通对保罗所教导的律法，也是法律，甚至是上帝的话，是为着阮要来带来活命，总是人的罪，误用也是误解上帝的律法，至到罪伫阮的内面找着机会。主求你来怜悯赦免，帮助阮，互阮伫圣神内面，阮会通知罪、知罪，互阮的良心会通越发来反省。阮是一个无完全的人，需要不断通过上帝你的圣神，通过上帝你的旨意、你的话语，来清起阮的心，互阮伫基督内面，就成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但拢变成新。求你帮助阮，当阮咧读圣经的时，互阮知圣经是要带来活命，
毋是要来带来死亡。求你透帮阮，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回来吟圣诗回应上帝话，圣诗476首，专灵至尊的神，请徛起吟。请坐。这时，咱要为下面的4项来祈祷。第一项，为了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停火，甲巴勒斯坦人道的救援来祈祷。第二，为了众尼牧区甲文节联合聚会的筹备。第三，就是为了明年度的时间的计划甲预算的编列，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
这时，咱请苏县长梁义成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互阮通我靠耶稣基督，甲上帝恢复合一的关系。太年来到施恩宝座前，向你恳求，全能的上帝，和平的君王，阮确实知，主为着阮行的计划是要互阮平安繁荣，毋是要互阮受灾的。地面上的王的心伫上主的手中，亲像水流，照上帝所定的方向在流。恳求主伫以色列甲巴勒斯坦万民中排解纷争，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互因将刀拍做犁头，将枪拍做镰刀。这国无过夜刀攻击迄国，因也袂搁学战争。怜悯的主，疼痛的天父，感谢你，捌通过使徒保罗教示提摩太，就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互人归正，引带人学义理。恳求主小事教育恩典，伫接下来感恩节联合聚会，也是2024年时间计划甲预算的并列中设立，互阮手头所做的工会当高举基督，行隆重的好事。安尼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请大家站起来，用奉献诗最咱的祈祷。请坐。请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这个11月份的
得月长老是叶洪恩长老。第一项报告，这个11月11号就是刷来拜六下晡1点，要伫203教室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会议。第二项11月份就是刷来拜三暗时7点半有太极的祈祷会，欢迎兄弟做伙来祈祷。第三，普世改革中的主任，头拄啊牧师讲，这个卡什布牧师伊要含伊的这个会友，做伙伫这个伊徛伫的所在，所以咱伫这个礼拜，可能要有其他的安排。第二场礼拜就是韩国宣教师赵牧师要来讲道。第四项报告，小会定伫这个明年1月7号要举行长老执事单位的首长的动工就任。这2024年年度就任长老陈兴志，奉立的长老张乃军。2024年执事就任是王雅玲、庄宏毅、陈怡轩、谢梦鲁、阙家伟执事。第五项，感恩节这个感恩分享聚会要定伫这个11月23号，礼拜四暗时6点半到9点，欢迎兄弟来参加。个人奉献的这个奉献袋啊，有这个更新，请无家己的奉献袋啊的兄弟往办公室来登记。这个咱的奉献的捐款的平台有上线，请兄弟利用。第八项，11月19号新学院有一个新学礼拜日，是咱要邀请到这个校园杂志甲新使者杂志来共同来举办。题目是2024年要安怎选民主社会中的基督教会座谈会，欢迎兄弟来参加。团契消息，第一项少年团契头拄啊9点已经有聚会，刷去Bravo 小组伫12点20分有一这个罗冠人弟兄要来主理查经的分享。伫拜二上午10点，妇女团契要伫黄牧师的这个主题分享是诗篇的第50篇的这个引传。第四项乡里团契伫拜五上午9点半，要请郑木英老师来传飞跃圣经，引人入圣的圣经故事。第五项，学生团契伫拜六暗时6点半，6点要伫主日教会聚会，要请咱的新学生于谦来带读册会，公共的信仰。乡里小组要伫11月12号上午9点30分伫美苑聚会，要请信会姐妹来带华语敬拜练习。其他消息，曾俊恒、曾以欣夫妇，就是咱曾文碧、叶美金夫妇，因的第二个查某囝婿甲查某囝，伫10月31号伫美国来喜获男婴 Luke， 因母囝平安恭喜。教会消息，近期的曙光的聚会有过，请兄弟咱家己看。这时，咱请牧师介绍今日新来的朋友。首先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
沈慧芳是对新加坡长老教会来是永文牧师的学生，应该是神学院的学生，来欢迎。另外来介绍的是吕君佑，唔知欢迎，来谢谢。咱也甲咱的来宾，甲咱兄弟姊妹彼此请安，愿上帝甲咱每一位三弟弟。做伙来吟圣诗389首。俄罗上帝至悬至尊，吟诗刷背来请牧师祝祷，请徛开吟。愿恩惠平安对咱的上帝，甲耶稣基督归伫恁。愿信心、希望、仁爱充满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道闭会。礼拜后，请兄弟参加中庭的地饼会。然后需要带队的兄弟，敬请到这个礼拜堂外面的雨伞卡，和东港为你来祈祷。